大家歡迎收睇2025年10月4號星期六朝早8點嘅颱風速報，現時時間朝早7點51分。因為被上現正生效，我哋而家嚟睇下個最新風暴消息。過數小時，麥德姆穩定地橫過南海中北部，隨住麥德姆靠近本港嘅風勢會喺今日稍後逐漸增強。天文台會喺正午12點到下午2點之間改發3號風球。預料麥德姆逐漸靠近同埋會逐漸增強，並靠近雷州半島一帶。天文台會視乎麥德姆嘅強度同埋路徑嘅變化，預期嘅烈風圈是否同主教學嘅距離及本地風力變化，評估是否需要喺今晚發出8號風球。今日本港稍後多雲，有幾陣狂風大驟雨及雷暴驟雨顯著增多，海有大浪及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近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好啦，我哋講咗咁耐嘢啦，我哋而家嚟睇下個風暴路徑啦。好啦，現時朝早8點，現時強烈熱帶風暴麥德姆穩定地靠近本港中。我哋而家嚟睇下路徑可能預測預報圖。好啦，咁呢啲颱風速報就到咗啦，咁我哋就朝早11點嘅虛擬颱風再見係咁先，拜。